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凡事必须三思而行。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第败坏，把巨富的财产荡毁，而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朽的神明。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，说东道西，就会犹豫不定，反把事情耽误了。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气连，寸步难移。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，但不要狭密。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，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。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诚信，首先要自己诚信。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，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，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本也跟在他后面匍匐批评的，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，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。莎士比亚残忍藏着锋利的牙齿，莎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毫无价值。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匹用闪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，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，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。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它们掩盖，才不会完全绝望。莎士比亚